怎么了？高点，再高点！哎，大姐，你能不能每次换一个桥段，就用这一招啊，翻墙？高点嘛，再高点！你多少斤呐？本小姐身轻如燕，好吗？再高点！高点！踩死我了你！哎，你再高点啊！怎么了？今天晚上月亮好圆，好漂亮啊！你们也来赏月的是吗？好巧啊！扶晴柔小姐下来。是。此番为何又要逃走？之前不是答应过本王不再逃跑了吗？既然被你发现了，那我就不隐瞒了。我觉得待在这儿不舒服，所以我就走了。真是儿戏！你我既有婚约，你为何不给本王时间？为何如此不相信本王？没办法，感情破裂，不想待在这儿，跑了清静。堂堂太子妃竟说出如此混账话！等等，你打住！现在婚约未至，我还不是太子妃，你可别高抬了我，我受不起。你，反正不管你今天说什么，我都是要走的。来人呐，在。将他带回房内，严加看管。大婚之前，不得踏出王府半步。是。尊上，晴柔姑娘出门时被灵齐王府的人发现了，此刻已被太子软禁。他们人多势众，属下实在无法出手，属下告退。让我过去，我有话要说。让他进来吧。王爷，哼，不对，今时不同以往，应该是太子殿下才对。你有何事啊？我刚刚去晴柔房间探望，为何周围全部都是侍卫？王爷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这是禁锢人身自由！住口！本王没治你知情不报之罪，你竟敢先向本王来问罪！我有什么罪？晴柔要走，你为何不告知于我？哼！瞧你这话说的，腿是长在晴柔身上的，我拦得住吗？再说了，我跟晴柔是闺蜜，我怎么可能出卖我的闺蜜呢？你与晴柔同日来府，本王也早已把你当作自己人。阿广，我问你，晴柔此番为何又要逃走？哼，你们男人都是一个样。既然你拿我当自己人，我就问你一句：慕容和晴柔两个人，你怎么想的？放肆！哼，哟。这就放肆了，刚刚还说我是自己人呢，你这脸翻的简直比翻书还快啊！你干脆把我也一块关了吧，要不然我到处跟别人说去，你吃着碗里的，看着锅里的。你，哼，罢了，本王的事，你们不会理解的。有什么不理解的？二选一，这有何难？你既然选择了慕容，那晴柔出走就顺理成章。你既然不让晴柔出走，那就让慕容一人走啊！来人呐，在，给我押下去！哎，你至于吗？晴柔为你做了这么多，你这么对她合适吗？啊！你为何见到我如此慌张？
是不是知道我要找你来算账？双儿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哼，青柔走的事情，是不是你跟谢延琪说的？是。你竟敢坏我好事！明天你就给我离开王府，不然我必取你性命！你不会忍心杀我的。这只是给你一个小小的惩戒罢了，让你知道事情的轻重。我既然敢这么做，就必然留有后继。我若有什么不测，尹清柔就会收到一封密函。你想想，如果我死了，所有人都会知道你是怎样的人。到时候，谢延琪也会知道，是你千方百计地利用他身边的人陷害他多次。他一定不会放过你。你竟敢威胁我！哼，这不是威胁。正如你所说，你我各取所需。我是万人瞩目的大明星，又怎能甘居于人后呢？受人指使？你别以为你手中有我的把柄，我就不敢杀你。哼，这世上还有你不敢做的事情吗？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我对你是有多重要。孔双双，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。你不要逼我。你父皇这几日抱恙在身，朝中形势可否安稳？儿臣尽心竭力，朝中十分安稳。只是，儿臣多嘴了。你不说，母后也知道。那些朝臣们都怎么说？朝臣议论纷纷，说太子大婚在即，收留罪臣之女，金屋藏娇，骄奢淫逸。琪儿，还是不懂你父皇的一片心呐。太子终究会明白的，儿臣也定当会辅佐三弟，不，是太子殿下，请母后不要担心。还是你最懂事，为何你父皇不选你做太子呢？母后，父皇的身体近日可恢复些了。你父皇身体越来越差，已经卧床几日不起了。父皇那吉人天相，定当会逢凶化吉，母后切勿忧心呐。母后喝茶。前些日子我见过皇帝，现在那老糊涂并无意让我取代谢延琪的太子之位，只是让我做他的左膀右臂，真是笑话。我谢延辰文韬武略，哪一样不胜过那小子？怎肯甘居人后？那王爷您怎么想？你听说了没有？皇帝最近病情越发加重，估计那老东西也快完蛋了。若还
还不能改变他的主意，恐怕就真的晚了。王爷说的极是，若先皇登基，王爷再动手的话，就极为被动。在下以为，我们应当先下手为强。没错，危机之际，也只能采取非常手段了，干脆杀进宫，逼那老家伙退位。可是，这朝野上下的重臣还有许多要害关节，我还未曾打通。此时行事，怕是……王爷，这个是一些用得上人的名单，请二王爷过目。这些人都是朝中的重臣遗老，你是如何调动他们的？只是小小的威逼利诱，在利益面前，我相信没有人会不动心的。好，这样一来，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了。更何况，母后是站在我这一边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只差好时机的到来了。等时机一到，就是我谢言臣改朝换代之日。这么看着我干嘛？是谢言齐让我来劝劝你的。而且我也想来看看你现在憔悴成什么样了。哎，这滋味是不是跟冷宫似的？你说自从穿越过来，这一天天把你给嘚瑟的，我也真是看醉了。切，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，那你就来看我呀！喏，看这里，看这里，看这里。真是的，难不成你还对我有一点怀念？岂止是怀念，我简直怀念死了。我恨不得从房顶上跳下去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只要我能穿越回上一层梦境，你看我不分分钟折腾死你吧，小样儿！行啊，那你跳啊！跳的时候记得叫上我，我也去强势围个观什么的。顺便呢，我给你抓2只鹰，然后带你翱翔，带你飞，我也送你一程，够仗义吧？尹清柔，你心怎么那么狠呢？不过说真的，你之前跟我的时候，我一直觉得你蠢的都能申请吉尼斯了，居然能那么静静的让我欺负。不过后来发现你也不笨。你说我之前干了那么多撂挑子的事儿，不都是你帮我摆平的吗？有的时候我觉得，我还真挺搞不懂你的。哎呀，夸人就不能好好夸吗？好好夸，好好夸，咱俩能这么愉快的对话吗？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其实吧，我也觉得我挺聪明的。停，要吐了啊！夸你2句还找不着北了。不过就拿现在来说吧，你跟谢言齐也相处一段时间了，以你的聪明才智，你肯定知道谢言齐会怎么做。我呢，就点到为止了。你自己衡量吧，要走要留，自己看着办啊。有时候，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，相聚离开都有时候，没有什么会永远不朽。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。哎呀，我到底能不能相信你呢？好烦啊！我以为我也能马丽苏一回呢，没想到却碰上个优柔寡断的主。男主怎么能这样啊？哎呀，其实不是啦，看人家宁愿关着你都不舍得放你走，他肯定还是喜欢你的。男主一般都这样。
他不喜欢你，他喜欢你，他不喜欢你，他喜欢你，他不喜欢我到底该怎么办呢？不行，我咽不下这口气。这个不识好歹的双儿，枉我一直对他不薄，不杀他，真是难解我心头之恨。真没想到啊，这事儿会是双儿干的。可他们要饶此女一命，我们何不给他们个面子？惹恼了他，对我们也没有好处啊。我倒是觉得无需担心。这个女人对他来说，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。料他也不会为一个弃子与我们反目。何况三弟现在后院起火，谁会在意一个双儿呢？如果双儿在太子府出了事，想必舅舅身为他的义父，还能参他一本，岂不是一石二鸟？话虽如此，可舅舅不要再犹豫了，那边的事情不会有问题的。好吧，你看着办吧。不过切记，不可为此女坏了大事啊！舅舅放心，本王自有分寸。你吓我一跳，找我有事吗？你最好听我劝，拿着银两走得越远越好，还可保你一命。要不然谢延琛一定不会饶了你。他现在已经知道你背叛了他。我为你做那么多事情，你就这么对我吗？我怎么对你？当初我劝你拿着银两离开，是你不肯走。算了，现在还不是跟谢延琛翻脸的时候。为了能保住你一命，我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，你不要得寸进尺。好自为之吧。我现在的任务是要看着尹晴柔，那自然是要寸步不离。他们要来杀我，尽管来便是。只不过刀剑不长眼，如果误伤了谁，那可就不好说了。你可以不管我的死活，你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尹晴柔身陷险境吧？好，我答应你，我自会派人保护你。哼！皇上，这几本奏折本应该给琪儿，可琪儿真的是越来越不像话了。自从那个慕容回来后，他就像丢了魂儿似的，对朝廷的事也越来越不上心。虽说她与慕容有过婚约，可她毕竟是罪臣之女，留她在府上，总归也不妥吧？琪儿，朕很了解她，她有情有义。这慕容回来了，也难免不了多照顾一些。慕容依允身份特殊，再怎么照顾，也不能把她留在自己的府上照顾吧？我听说，朝廷上下对此事议论纷纷，说太子忙于家事，无心朝政。琪儿啊，这事儿是优柔寡断了一些。你这个做母后的，
也要时刻给他提个醒嘛。皇上，妻儿她现在根本不把我这个母后放在眼里，为了一个慕容，差点跟我翻脸呢。真有此事？皇上，只要能治理好天下，谁当太子都无所谓。可琪儿身为太子，却连儿女情长这点小事都处理不好，将来他如何守住我祖宗基业，造福天下百姓呢？江山为重，皇上，你还是再好好考虑一下这太子之位的人选吧。王后，你说的也有道理。不过这换太子之事，不是儿戏。妻儿因慕容的事遭人非议，但他这么做必有他的道理。就像长河村一事，不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吗？皇上，这后宫不能参政，这事儿你又忘了。臣妾没有忘，臣妾只是为江山社稷考虑，也想为皇上分忧啊。他们的秉性，当然我最了解。依我看来，也许辰儿更能治理好天下。好了，皇上，不要再说了，朕累了，走吧。皇上，是。来日方长，皇上，用不了多久，你一定会明白的。辰儿才是最佳的太子人选呢。我说孔大小姐，你天天跟着我，到底是要干嘛呀？尹清柔，你哪只眼睛看见我跟着你了？这王府这么大，都是你们家的吗？我出来看太阳不行啊？你抓着我干嘛？这都是上好的仇呢！你闭嘴！感情这些人都是冲着你来的。洪少少，你怎么这么多事儿啊？我每天在王府，我能惹谁呀？你没看他们带着谢言辰的牌子吗？肯定是谢言辰想要抓我去威胁谢言齐嘛。威胁谢言齐？他们抓你干嘛呀？我美呗，以为我是太子妃的。你这是？此乃家乡秘术。秘术？是啊，强身健体，美容养颜。怎么了？你找我有事啊？没事就不可以来看你吗？听闻昨夜有人在花园打斗，可曾伤着你啊？没事啦，我还看了一场现场版的打戏，不算吃亏。没事就好。我会加派人手保护你的。不用了，我不出去不就得了？我就知道你在怄气，你多给我一些时间便可。我给你再多时间也是无济于事的。你们两个两小无猜，青梅竹马，我看我还是成全你们好了。我会等到你主动放我那天的，我也不用什么送行仪式，我身体好得很，我可不会像某人一样习惯性的晕倒。再说了，我走很远也没关系，你放心好了。想都别想，我是不会让你离开我的。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我会处理妥当的。感情这种事儿，其实能让你慢慢考虑的。三人同行，注定会有人受伤，要想两全是根本不可能的。
我只不过是想等他身体好一些了再做打算。你为何如此咄咄逼人呢？他要是1个月不好，我们就等1个月；他要是1年不好，我们就等1年。那要是一直都不好，那我们就要等1辈子吗？那我的时间呢？谁来弥补啊？不会那么久的，你相信我。只要他身体好的差不多了，我自会处理妥当。那万一呢？这些事情能确定吗？你为何如此蛮不讲理啊？启禀太子，慕容姑娘又晕倒了。你看，说什么来什么吧。这会儿啊，又晕倒了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是。我们的事日后再说，我先去看看他。你等等我嘛，我也要去的。反正我闲着无聊，出去透透气也行。如何？启禀太子，单从脉象上看，不容乐观。慕容姑娘这5年来身体上遭受了重大的伤害，更严重的是心病。《黄帝内经》云：“怒伤肝，喜伤心，忧伤肺，思伤脾，恐伤肾，百病皆生于气。”慕容姑娘5年来忧虑、多思、恐惧，早已郁结于心，五脏六腑都有问题。那可有办法医治啊？慕容姑娘目前的身体状况只能静养，没有别的办法。那什么时候能好呢？哦，这也说不准。药物只能缓解。那太医的意思就是这病好不好，只能看心情了？这也不全是，受损的五脏六腑只能静养。那反正就是短时间内好不了了，是吧？应该是的。你看，连太医都说一时半会儿好不了，某人还怀抱希望。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哎，好了好了，我开玩笑的，缓和一下尴尬气氛。太子妃，请放心，臣定当竭尽全力，让慕容姑娘早日康复。那就有劳太医了。臣先行告退。青柔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再逃跑了。只是你别再关着我了。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吧，我不会再关着你了。但是，请你答应我，不要再离开了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好了好了，你现在肯定也没什么空搭理我了，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。青柔，你再多等些时日。慕容身体现在这样，我实在放不下心啊。有什么事，等他身体好转之后，我们再说，行吗？好了好了，你就别再絮叨了，我就先回去了，拜拜。青柔，还有，这慕容的身体，你也看到了。你向来主意多，还通些医术。方才见你在练习家乡秘术，不知你家乡是否有能让人调养身体、修护五脏六腑的秘术呢？宣太子。算了，慕容之事，等我回来再说吧。你先回房吧。儿臣参见母后。不知母后宣儿臣前来，所为何事？当然是为慕容一事召你前来。现如今，
慕容家只剩他一个人存活于世，此次又能重返皇城，必定是为慕容家平反昭雪而来。若他由此心生怨恨，日后必定是后患无穷。还望你多加斟酌。母后为何如此不放过依允呢？如今他五脏六腑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，试问他这样如何平反昭雪？若是慕容一家真是被冤枉的，那平反昭雪又有何妨？放肆！你竟敢如此态度对待母后！儿臣只是实话实说罢了。现如今，你父皇身体是越来越差，你身为太子，不但不为他分忧，反而留个祸害在身边。你让你父皇如何安心养病？如何放心将江山交于你手？依允不是祸患，恐怕是母后另有隐情，急于除去他吧。住口！我说慕容依韵留不得，自然留不得。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是要皇位呢，还是要那个慕容依云？儿臣都要。日后，儿臣必会让母后明白，是母后做错了。好，既然如此，你就别怪母后狠心，你好自为之吧。儿臣告退。好你个慕容依玉，本宫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烦死了！哎呦，烦死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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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，哎呀，这个贤妻居然让我帮着慕容依韵调理身体，他是不把我当外人，还是不把我当回事儿啊？真是不拿豆包当干粮！谁说不是呢？这简直不可理喻，不知所云，不识下问。让你平时少吃饭，多读书。你告诉我，不耻下问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不要太纠结于细节嘛，意思对了就成。哎，话又说回来，你说他是怎么想的？让你给青离治病，我去，也不怕把他的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给治死了。要我说，你就给他治一个2级伤残，赶快把这朵小白花给治回花骨朵去。就是嘛，他当我是妙手回春呢，还是天外来客啊？哦，对，我们确实是天外来客，不，非仙，仙女的仙。仙你个头啊！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好吗？顶多算个陨石。我要是个陨石就好了。就像慕容那个瓷娃娃，一碰上我，立马碎得连渣儿都没了。他根本就不用你撞，自己跑到你跟前来就碎一地。你说说，这么一个坚如磐石的你，怎么拯救一个支离破碎的他呀？轻柔姑娘，真是说刘备刘备就到，真不禁念叨。进来吧，慕容姑娘，赶紧坐吧。你这身子不好，不好好在屋里待着，出来瞎溜达干嘛呀？免得再晕了。慕容早上听闻昨夜有刺客闯入，本想过来看看，可是没等走到，就晕倒了。哎呦喂，你晕的可真是时候，都成定番了。哎，这技术含量可真高啊！哎，青柔，你赶紧给我学着点儿，别一天到晚跟个汉子似的，推都推不倒。定番是何种技能？依韵听不明白。你不用明白，以后少晕倒就行了。让尹姑娘见笑了。听闻这几日你与颜齐，太子殿下又因我而争吵，依韵实在是过意不去。都怪我这身子不争气，让大家担心了。呵呵，你别多想，也只有谢元齐他一个人担心而已。我们呀，心态好着呢。都是我不好，太子平日里有那么多事要忙，还让他为我的事而费心。
青柔姑娘，请相信我，我是一定会离开的。只是因为太子放心不下我，才让我先在府里养好身子的。行了行了，你好好养着吧。反正这王府是谢延琪的，我在这儿也是白吃白住，又不花我1分银两，你不用来找我解释。看来尹姑娘还是不肯接受我。你放心，我会尽快说服太子同意我离开的。又装小白花，气死我！看我不治！别，你好生在这儿住着，没事儿。这王府这么大，上上下下也不差您这一口饭。等我跟谢延琪成了亲，到时候我养你。你和太子什么时候成亲呢？要不是你，早成亲了。哎，往那边挪点，别挡着我看风景。啊，好热，你再往那边挪挪。延琪哥哥，依云，依云，依云！哎呦喂，习惯性晕厥又犯了，我可不敢扶。你又对他说什么了？依云，传太医。是。谢延琪，你叫我来干什么？我又没怎么样，我就让他挪了挪位置，谁知道他就晕了，晕的可真巧。青柔，我不是来责怪你的，只是依云的身体越来越差。死了关我什么事？你说什么？没说什么，你就幻听了。他的身体，你到底有没有办法医治啊？没有，就算有也不管。青柔，你别这样。你知道的，这些年他吃了很多的苦，你就帮帮他吧。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就当为了我。你知道，他吃了这么多的苦，就是为了回到我的身边。可我却负了他。那又如何？如今他既然回来了，我就不能眼睁睁地再一次看着他消失。毕竟你们曾经山盟海誓。青柔，现在除了你，我真不知道还有谁能够帮他。就算我求你了。求我？为了他？你堂堂灵齐王，当今太子，你为了他慕容依云，居然来求我？在你心中，我始终没有他重要，对吗？不是的，青柔，你和他不同，对他，我只有责任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尽力去救。多谢了。等他医好了，你也别想再见到我。儿臣参见母后。母后近来身体可好？还是你时刻挂念着母后。我召你前来，是有事想告诉你。母后请讲。想必
慕容的事你也有所耳闻了吧？啊，的确，朝廷上下对太子颇有微词。现如今，你父皇病重，妻儿又留那个慕容在身边，恐怕迟早是个麻烦。三弟对慕容姑娘照顾有加，又推迟了婚事，恐怕……若是琪儿还是不听我的话，除掉那个慕容，他就别想坐上皇位了。你呀，平日里多替你父皇分担一些朝廷的事务，也许这太子的位置你坐，我才能安心一些。好了，赶快给慕容姑娘送过去吧，别一会儿再凉了。是。哦，对了，一会儿给慕容送药的时候，把这个交给慕容的丫鬟。小姐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个呀，武功秘籍。武功秘籍？哎呀，逗你的，我说什么你都信啊，真是很傻很天真啊。小姐，你又拿喜儿开心了。好了，赶紧送过去吧，别一会儿凉了。嗯。四弟，三哥，我正有事要问你。什么事？你可知母后为何如此痛恨慕容家，非要置他们于死地才肯罢休呢？当初竟不顾我与依允的婚约，仍连杀他家几百口人，现在还不放过依允，还全然不顾我这个儿子的感受。说的正是。虽说母后平日里被父皇宠得任性一些，但她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。就唯独慕容家的事情上，她说死也不肯让步。要不是因为母后，依允就不会受这5年的劳苦，你们也就不会……算了，过去的事不提了。只是现在，母后为什么非要置依允于死地呢？我只是觉得，此事没有那么简单。早先听闻，母后的姐姐，也就是你我的姨母，当年也是城中闺秀的头1名。除了样貌出众以外，琴棋书画也是样样精通，曾被许配给了慕容家的大少爷，也就是慕容依允的父亲。当年父皇也只不过是一个不得宠的皇子而已，大家都以为姨母的婚事更重要一些。只是姨母不知为何最后自杀了，母后就这么一个同母的姐姐，她当时难过了好一阵子。最后，直到父皇登基，她才渐渐缓了过来。哦，还有此事？啊，确有此事，不过其中的细节我就不清楚了，只是略有耳闻而已。三哥，依允的身体怎么样了？太医说她5脏6腑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，还需要静静调养啊。秦柔那丫头介意吗？不是，三哥，你也知道三嫂的性格。三哥，我还有事，我先告辞了。姐姐，你的仇我不会忘记。想当年，你以京城第1美女之誉与慕容家定亲，可是慕容家为了讨好梁王，竟然把你骗去庙里相见，然后偷偷地把你送进梁王府邸，害你受尽凌辱，把你逼上绝路。
若不是你的丫鬟九死一生前来告知我真相，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一切都是慕容家所为。姐姐，你我从小相依为命，若不是你护着我，也不会有我的今日。姐姐，这些年我为了打垮慕容家，费尽了心机。可我千算万算，却没有算到琪儿竟会爱上慕容家那个逆子。姐姐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让慕容家所有人都给你陪葬。当年我为了陷害慕容家谋反，说到底也是被妇人之仁所牵绊。我不忍心看着慕容被投入教坊，毕竟他是跟琪儿有过婚约的人。如果将他一并残害，那我不是跟害姐姐的人没有什么区别了吗？所以我只是将他软禁起来，留他一条性命啊！可是没有想到，他居然逃了出来，回到妻儿的身边了。姐姐，你别怪我心狠，实在是这个慕容留不得呀。万一他要给慕容家报仇，后果不敢设想。姐姐，你在天之灵保佑我吧，保佑我，姐姐！没用的东西！是。哼，真是一群废物！好你个不知死活的玩意儿！迟早有一天我要收拾你。他的事啊，你以后再说吧。等你当上了皇上，别说是双儿，就是整个灵齐王府，也任由你处置。舅舅说的是，父皇现在有母后看着，谢延琪那边也没什么动静。看来你我还算顺利。是啊，幸亏有慕容依允他们，谢延琪让皇后伤透了心，这才便宜了我们呢。我听闻最近的老东西病情越发加重，恐怕撑不了多久了。现在动手是我们的最佳时机。我会安排好我的人，做好万全的准备。很好，那我明日就进宫，让你的人随时做好准备，一有动静即刻行动。好。待事成之后，侄儿一定好好谢过舅舅。那老臣就谢过皇上了。爱卿不必多礼。娘娘，参见皇后娘娘。皇上的病怎么样了？臣无能望皇后娘娘恕罪。还有多少时日？恐怕撑不过今晚啊！好了，
下去吧。谢皇后娘娘不杀之恩。罢了，皇上的病我明白，这不怪你。是，臣告退。小秋子，在。去传太子和二王爷进宫。就说皇上病危，将二人送来觐见。老奴遵旨。皇后，看来时机已到。哥哥，你去御书房把诏书拿来，然后通知御林军吧。准备行动吧。是。妻儿，是你逼母后这么做的。奉皇后之命，带太子殿下觐见，其他人等不得入内。大胆！太子殿下在此，谁敢放肆？算了，既然如此，带路吧。殿下，这……放心，你在这里等候，不得轻举妄动。太子殿下，请。告诉尊上，皇上病危，太子早进。去吧。尊上，宫里果然有动静了。果然不出我所料。一切都准备好了吗？早已准备妥当，只等尊上一句话了。好，告诉他们即刻行动。属下还有一事禀报。那晴柔姑娘得知太子进宫迟迟未归，已经急匆匆的去找谢言霄了。恐怕……好了，不要说了，下去吧。是。干什么？难道不认识我吗？都给我让开！我要觐见父皇。还请王爷息怒，属下也是奉皇后娘娘口谕，任何人不得出入宫门。什么？皇后娘娘的口谕？父皇病危，为何连宫门都要关闭？为何连我都不让进？如果只是宣三哥觐见，可能因为他是太子也就罢了。可是母后也同时宣了二哥进宫，这到底为何呀？不好，三哥可能有危险。小四，青柔，你来了。谢延琪进宫很久了，到现在都没回来，我担心他出事，就过来了。我也是为了此事。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父皇病危，我要尽仁孝之道，都给我让开！还请王爷不要难为属下。这可是当今四皇子，难道你们就不怕株连九族吗？走，让开！母后，萧儿，儿臣参见母后。你们怎么来了？儿臣担心父皇的身体啊，恰巧在宫门外看见晴柔，我就带她一起来了。父皇的身体如何呀？你父皇恐怕是不行了。我这个时候宣成儿、琪儿前来，是要宣布废太子之事。本不想让你牵扯其中，可谁知你偏偏跑了过来。母后，
母后不必大费周章，做不做皇帝，儿臣不会在意。当初不肯让位，也是不愿母后拿慕容依允当做交换条件。如今父皇已经病危，母后若想要这太子之位，拿去便是了。琪儿，你当真不在乎这皇位吗？自幼母后就告诉孩儿，非淡泊无以明志，非宁静无以致远。这些年，孩儿谨记教导，从未逾越，又怎会觊觎这皇帝之位呢？是啊，母后，三哥淡泊名利，从来不跟朝廷官员暗中来往，他的朋友都是宁缺毋滥，怎么会有夺嫡之心呢？母后，切勿听信颜齐的花言巧语，若不贬他，难保他日后不会有策反之心。二哥，你为什么非要置三哥于死地呢？萧儿，晨儿，既然琪儿已经放弃皇位了，就不要再咄咄逼人了。哼，不行。他既然进了这皇宫，我就没打算让他活着出去。难道连母后的话你都不听了吗？儿臣一直听母后的话，听父皇的话，可我得到了什么？你颜齐、颜萧从来不听你们的话，他们却可以肆意妄为。可我呢？我算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等今天已经等了很久了，谁也别想阻拦我！不，来人，把他们都给我拿下！是，慢着。青柔，你为何要来此地？你难道不知道这里有多凶险吗？我这不是担心你吗？你总是这么任性。今日不知能否全身而退，有些话现在不说，日后也许就没有机会了。我和依允真的已经过去了，即便是有遗憾，也无法回到过去。我对她的好，这是出于责任和愧疚。我现在只爱你一人，再一次失去她，我只会难过。若失去你，我便不能独活。这些话你为什么不早说呢？这些日子，我只想让依允养好身体，再解决此事，也无心多加解释。何况你也未曾给过我机会。傻瓜，早这样说就好了。不管今日事成与否，我必定与你同生共死。哈哈哈哈哈！好一个同生共死！那我就成全你们。拿下！是。谁敢？哥哥，妹妹，你就听二王爷的吧。原来你们早有此心，枉我如此信任于你，没有想到你却让我残害自己的亲生骨肉啊！妹妹，你就别怪我不念兄妹之情了，给我上！谁敢？上！独孤，颜齐哥哥，你怎么样？受伤了没有？依允，你怎么也来了？草民参见皇后。王爷，我有心救驾，但实在不了解宫中情况，刚好碰到依允姑娘。要不是她带路，也不可能顺利赶来。独孤，辛苦你了，这都是慕容姑娘的功劳。皇上，皇上！依允，依允，依允，传太医，快传太医啊！依允，传太医！皇上驾崩了！父皇，
皇后娘娘，民女就先行告退了。草民也告退了。皇上驾崩，哀家虽伤心欲绝，但国不能一日无君。幸好皇上生前立下太子，并留下诏书。邱公公在。宣旨吧。是。太子谢延琪接旨。凌晨王，谢延辰，母后，欺君罔上，残害手足，